伫火灾现场，大概只有100秒的逃命时间哦。成功大海团队今仔发表一套人工智慧的消防辅助系统，透过这套系统进行实验模拟，成功的得胜率是有90%。目前嘛已经技术转向民间的业者，望讲会当来减少火灾的伤亡。 伫无机空间内底了解都有障碍物，都有拍火管，用游戏来了解多性空间。生态制造资讯系统系苏生研发一套智慧消防辅助系统，通透过动态路径规划，新建立多性的路面。 我们透过摄影机呢，自动的把这些东西计算出来。那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下面呢，我们就可以模拟火灾发生当下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区域它被什么障碍物挡住了，以至于人在这个区域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逃生。 老师表示，真侪公共场所的逃生路线拢是静态路面，室内感测器伫火灾来的时，嘛可能随时开启。这时系统通透过感测器，先预测火势倾向，嘛通用室内摄影机的影像演算逃生路线。只要抓落来，伫手机内，就算拄着停电等等的突发状况，也是会当来使用。 可以在你有电或者是有感测器的时候，它可以收资料，靠最精准的资料去算。但是如果当火灾当下这些都坏掉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预测模型去算。那虽然精准度会降低一点，但是也比完全没有的现行的好。 另外，亲像2020年台北林新钱柜 KTV 大火，消防系统才检查无偌久，有关发生意外，这个系统会当依照 AI 影像定期检测公共区域。生态研究团队表示，这个系统已经做过实验，嘛发表伫期刊，会当甲逃生率对70%提悬到90%左右。记者点入台北仓报道。